是让小白做个汇报 PPT， 他居然在图片上直接加文字，这样根本看不清内容。明明用一个圆形就能做出这样丝滑的花瓣展开效果 PPT。首先鼠标右键设置背景填充，再插入一个矩形覆盖页面，颜色改成白色，透明度10%，选择无线条，然后插入一个圆形，拖动复制一个，选中2个圆形，上方选择相交。接着将花瓣图形设置幻灯片背景填充，线条改成白色，添加一个阴影效果，透明度20，大小103，模糊40，再复制出4个花瓣，分别将4个花瓣设置旋转角度为-30、-60、30、60。接着将花瓣组装起来，一片一片慢慢来，组合好后调整一下位置，添加文字内容，这一页 PPT 就做好了。将这一页复制，在第一页幻灯片中移出文字，将花瓣一片一片的收回，再添加一个标题，插入一个文本框，输入主题内容，将 PPT 主题输入，按照要求生成内容，将生成好的文字插入到文档中，再给2页 PPT 都添加一个平滑效果，搞定，一个动态花瓣展开效果的 PPT 就完成啦。